像鸭子，我要上学了。还在呢吗？一时半时走不了。乖啊，趴在姐姐肩膀上睡觉啊，睡觉啊。真好。瞧那怂样儿，那个傻丫头吓成这样。别说我，你也试试。谁怕谁啊？你等着，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告诉你啊，他身上可有刀。他啊！去！哎呀，少来了啊！你想让他把我捅了，你要找个年轻的。别说这没用的话。现在咱进这屋得马上立功，发现他们老赵家有猫腻，向领导举报，这屋子才能保得住。那怎么弄啊？这不寻思呢？你快点寻思。琢磨咱这么耗不过他呀。你想，咱们每天得等他睡着了，他们家人也跟着睡了，咱偷听什么呀？咱也困了，是不是？得想法调虎离山，在灯没关之前给他引出去。怎么了？让我看看你那兜里是什么东西。只要不是我们家的，我就放你走。凭什么给你啊？凭你占我们家房子，凭你们家刘凯来穿我们的家，我就不给你，怎么了？站住！就不给你站住！就不给！站住！你说民航局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？反正不是空姐，因为你戴眼镜。管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呢，只要不去插队，留在大城市就有机会。干什么工作不得凭表现呢？是不是？你有这个本事。哎，回头给我找个飞行员二姐夫，那可够风光的啊！去，瞎说什么呀？哎，偷着乐了，偷着乐了。得嘞。谁啊？是傻春吗？谁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抓贼，没抓着。我刚才听到外头有动静啊。是刘凯他媳妇儿，刘凯他媳妇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成天鬼鬼祟祟的。下次我抓住他以后，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他。差不多了吧？我早就觉得差不多了，有用没用的你全都带了。妈刚才说了，人在外面缺什么都不行。三姐，你没听见？妈是这么说的吗？棉花我没记住。缺针难缝衣，缺伞难遮雨，万事不求人，只图保平安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对，就是这么说的。妈那话说的是解放前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看，我给你这信封上把邮票都贴好了。你要是去那儿1个月都不能回来一次的话，就得写封信回家。知道了，妈，别啰嗦了。哟，你还嫌我啰嗦？你当妈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你赶紧收拾啊，别乱糟糟的。一会儿你爸回来，别让他心烦。小楚，你看，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啊！老大，哟，何叔叔，您来了。你爸回来没有？我爸马上就回来。那你在这等他啊。哎，等他回来，你告诉他，素棉工作的事出问题了。什么？哎，这是小楚吗？啊，哎，对，何叔叔，您刚才说什么？素棉的工作出问题了？
这事儿就没救了吗？无法挽回了。关键是这儿的公宣队抓住不放，质问民航局为什么走后门，而且还是判。有些话我也不好再学了。哎。 那我就不等老赵回来了。弟妹啊，千万别生气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哎呀，他何叔啊，这人要是倒霉啊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生气的。我经历的太多了，这算什么呀？那就好，我走了。那我不送你了啊！别送，别送。 这个人是来送信儿的，得查查他背景。哎，过来，你说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只要咱房子本上钉钉，不就完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啊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树敌太多，以后咱怎么在这院里待呀？你懂个屁呀！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较量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。 二姐，起来吃口饭吧啊！不怪你。那天晚上我说外头有动静，你干嘛去了你？哎，我去追刘凯他媳妇儿去了。这叫调虎离山之计，把你引开了，好听我跟苏不说话。你整天干嘛了你啊？天天在家门口晃荡，等我有大事你就不晃荡了。你不是丧门情是什么呀你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，苏梅？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还真怪不着你姐。 你要不是出去烧包，人家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？烧包，我要不是沾了你不清不白的光，我能烧包吗？我顶嘴是不是？你顶嘴是不是？爸，这干嘛呀？爸，你别生气，人家他也是你师傅啊！你打死我，我就生你气死了！你想造我的反呢？你还没有资格！你上药房，赶紧！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不能给你爸顶嘴呀！人有邪念，天必惩之。损人利己，天地不容。哎，我看他媳妇儿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来了，等着！啊！哎！来了！ 给我滚出来！王八蛋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要耍混的话，我可叫警察。叫警察也没有用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你干什么你？谁不会让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有本事你跟老娘进来！好啊，让你们俩给我玩阴的！今天呀，我不让你们给我躺下，我就不是山猪！我他妈跟你拼了！张美丽！哎，我干什么？我叫警察！ 傻川，你可犯法了！我犯什么法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砸我自家的玻璃，我犯什么法？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妹妹的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跟你拼了！下手！苏川，爸，他们太过分了！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他们。混出去！ 他疯了，疯了！你去给你妹妹打抱不平，我不怨你。可是你得想想现在爸爸的处境啊！你倒是出气了，人家会变本加厉的整治我们，你懂吗？咱们在明处，人家在暗处，防不胜防。我跟你说，孩子，讲事理的人
永远不跟不讲势力的人打交道。君子跟小人斗，是小人常胜。西屋那个姓陈的，他不坏，解放前他就住这个院，我们是邻居，我了解他，就是自私一点，爱占点小便宜，嫉妒个人什么的。他跟刘侃不一样，那个刘侃说他是投机分子，都抬举他了。像这种人是恶人，你不理他就是对他最大的蔑视。你知道那天是我自己中计了，刘侃他的媳妇儿吧，他故意引开我追过去一看，哎，他的怀里只有几个馒头。当时我还纳闷呢，今天素棉这么一说，我全都明白了，是我中了他们的计。爸，你可千万不能生素棉的气啊！我不生气，这件事情啊，你不要想的太多啊，怪不着你。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整成我们，在别的事儿上也一定会再找麻烦的。哼，他敢！行了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去吧。啊，爸，那我去把您的饭给您端过来去。我不饿，我想喝点酒。行，我去给您弄几个下酒菜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这事儿怎么能怨你爸呢？不怨他怨谁啊？他要不是给你办这民航局的事儿，能有这事儿吗？怎么又转回来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是不办民航局。我爸没有历史问题的话，我现在就在学校的文代会当委员了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、顺理成章的去攻坚队的工厂当干部了，就不用去插队了。这不是背黑锅是什么呀？那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爸的历史问题，那是他们上级误会了，早晚得搞清楚的。不能说解放前认识几个国民党就是叛徒了，就是特务了。那我还认识村里的那个保长呢，那是什么呀？真是的，听拉拉鼓叫还不种庄稼了。妈呀，您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！哎，我警告您啊，您还是这种思想的话，这一出门就会让人抓去的。您不但对文革一知半解，什么都不懂，还信口开河。在我国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的存在。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取得胜利，但是呢，在思想战线和……你别再给我上政治课了啊！妈不懂，不懂。那不懂你就别劝我了，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啊？塔儿姐，你就别生气了，都是我不对，我都自认倒霉了，你就别招我了。那来，哎，你搁那儿，咱走。那你把饭吃了啊。惹不起咱躲得起。走走走，天天就吃这点破菜。